兄弟姊妹，大家平安。今日是2023年12月初9。今仔日的经文是诗篇85篇第1节到第2节，第8节到13节。以西结书36章24节到28节。马可福音11章27节到33节。今仔日要甲大家三角分享的主题是更新。到第年底咱也阁会再度开始思考新的年度的计划甲事工。咱拢盼望伫新的年度会通有新的愿望、新的稳定。启示录21章第5节讲：后来坐伫宝座迄位讲，看，我将万物拢换新啊！伊阁讲着写起来，因为这的话真实可靠。基督徒期待伫新天新地的来临，咱盼望得救赎，就是盼望得到新的活命，盼望生命受到改变，拥有新的生命，才会当进入伫新天新地。耶稣基督捌讲着，新酒袂当放伫旧皮囊。启示录21章第1节到第3节安尼讲。后来我看见新天新地，因为前的天、前的地已经过去，海嘛无去。我阁看见圣城新的耶路撒冷，对天顶上帝遐降落来，亲像新娘装她好势，伫等待迎接丈夫。我阁听见二大的声对宝座发出来讲：看，上帝的会幕伫人的中间，上帝甲因做伙徛起，因要做伊的子民，上帝亲身甲因同在，做因的上帝。特别领受上帝恩典的人，就必须爱被更新。旧约以西结书36章24节到28节经文安尼讲：我要对列国的中间带恁出来，对万邦召集恁，带恁转去家己的乡土。我要用清水甲恁液。恁就清气，我要甲恁洗清气，除去恁一切误会，甲所有的误想。我要赐恁一个新的心，将新的神放伫恁的内面。我要对恁的身躯除去亲像石头遐尼重的心，佮赏赐恁亲像肉遐尼软的心。我要将我的神放伫恁的内面，互恁会遵守我的规例，顺从我的命令。你要住伫我赐互恁祖先的迄块土地，你要做我的子民，我做恁的上帝。这是以西结先知的预言甲启示。这甲启示录所提其实是相款的概念，因为地要成做咱的上帝的耶和华，咱就要若接受伊的时阵，咱就必须爱来领受伊所赏赐互咱新的心、新的灵。有新的生命的人，就会通进入伫上帝的新天地。互你世人的生命，就是无有受到改变，因此因就无法度来领受耶稣基督，然后就失去了救恩。虽然因是上帝的选民。是亚伯拉罕的后代，
但是因为因的性命无被更新，或者是讲因无愿意被更新，就来质疑耶稣基督的权柄。伫马可福音11章27节到33节提到一件事，安尼讲，标题写讲质疑耶稣的权柄。27节，因来到伫耶路撒冷，耶稣伫圣殿伫行的时，祭司长甲经学士甲长老来伫遐，就问伊：你靠什么权柄做这的代志？什么人予你这个权柄来做这的代志？耶稣就甲因应讲：我要问恁一句话，恁甲我应答，我才甲恁讲我靠什么权柄做这的代志。约翰的洗礼的权柄是对天，还是对人来？恁甲我讲。因互相议论讲，咱若讲对天，伊就会讲安尼，恁是安怎无信约翰？毋过咱若讲对人，恐惊群众反感，因为因拢想讲约翰是真正的先知。因就应耶稣，阮毋知。耶稣就对因讲安尼，我嘛毋甲恁讲，我靠什么权柄做这的代志。无论咱是信主偌久的时间，咱拢必须爱时刻反省咱家己是毋是遥久行伫主的道路顶悬。若无，咱就会真做这个洗礼约翰伫约旦河边所讲的迄个毒蛇的泪。伊即句话是针对遐个亚伯拉罕的子孙犹太人所讲的。所以，更新的使命是基督徒必须爱的一个特质。因为只有安尼，基督徒才会通得到救恩，才会通进入上帝所备办新天新地。对伫咱的三级教会来讲，咱特别紧张啊。但是如果咱的灵命无被上帝来更新，咱要安怎会当管理上帝将要交伫咱赐予咱的新天新地呢？诗篇85篇第1篇到第2节，上主啊，你有施恩予你的地，以色列受掠的人，你有解救因倒来，你有赦免你的子民的罪恶，擦消因一切的罪过。我要听主上帝所要讲的话，因为伊要对伊的子民，就是神的子民，应允许平安繁荣。总是因毋通倒转去行愚妄的路，因一定会拯救敬畏伊的人，互伊的阳光临在伫咱的境内。主爱甲信实相拄，公义甲和平相揽，信实对地发出，公义对天降落。上主赐好物，咱的土地大丰收。公义会行伫上主的头前，为伊准备道路。恳求上帝的圣神时刻充满着咱，互咱的性命会通被更新。求主互咱成做一位柔软的仆人，不但会通得救恩，也愿意被主来使用，通进入伫新天新地。感谢祈祷，奉主耶稣基督圣名求，阿门。